请民方顺，君正臣子安。启老爷大事不好！何事惊慌？总督大人带领校尉恶森森冲入县衙来了。速速出营！不知大人驾到，未曾援引，当面施罪。江夏县来问你，你要几个儿子？下官只有一个纯子，敢劳大人动问。叫他前来见我。是，天明，有，唤家少爷前来。我家少爷有学未归。啊，老大人，奴才有学未归。治好。是什么有学未归？分明因此不献臣下为郎。有两相扫来。起过了。江下面速将女子献出，如若不然，我拿你狗官。试问啊，不知奴才身犯何罪？为何来在彼衙？有搜有拿，请将当面。江下县呐，狗官，逆子活臣公职，分明占据龟山为盗，提死护权，打死我子。如今你还隐瞒人犯，不嫌你该当。我罪呀！将听言来还身战，想出手无辜地惹下了祸帅言道：卑职之子打死帅府公子，尸首现在何处？现在帅府，我劝死在何地？死在龟山，老夫还有什么闲不成我臣下为郎？
爷言道：“公子命丧率土，不全死在龟山。有道是：此时不离寸地，十里寸地，乃为不是。公子被人打死，自有大明法律。帅爷今日不同不完三思，要拿我七品知县，怕的是你拿我不完了。大人呐、哼！乃卑职分内之事。若是逆子大损，王子投难。你若走错了凶犯，走脱不了我七品知县，谅你也走脱不了。限期3日之内捉拿人犯大案，如龙然拿你狗官问罪，人冷落到大人马回呀！捉拿你家少爷，快点去！
子独自驾舟过江啊！让他进前答话。是。那一女子江船摆过岸来，我们大然要搜船的。
下去。帅爷言道：县令之子大肆帅府公子。这一民女言道：帅府公子大肆愚人。此话从何说起？家郎有。我来问你，这县令之子大肆帅府公子，可是你亲眼所见的吗？是我亲眼得见呐。那公子大肆愚人，也是亲眼所见的吗？这个打是打了，可是没有打死啊。是手停在一川，还说为死了，死了就死了呗，一个糟老头子。啊，帅爷呀，帅爷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言说县衙之子大肆帅公子，我等奉命捉拿。这公子大肆愚人，只字不提，难道就不是一条人命了吗？来，带马回府。哟。别说话。说什么不理名字？待我又来送一船。这不，你我说，这你我几人？这一民女好一张利口，待俺马上加鞭。
去。
有一公子因女此去，一来替我父报仇伸冤，二来替公子辨明是非，但不知公子家中尚有婚。大今日聚会，请听了。
大姐，
派杨家之女前来投亲。别人不知，李官不晓，老身乃是山西太阳府的人士，家中并无之女，纵有之女，若山高路远，也来不到此地呀。是啊，纵有之女，这山高路远，也来不到此地呀。老奴也是这样说情，是他言道有两句相逢的话儿。哪两句相逢的话儿？要得同相会，去看我的妃。我的妃，老爷，啊，夫人，就将这一女子唤进二堂，问个明白。明明，唤哪一女儿堂话？遵命。美女快来！
快快站起来！哦，多谢老爷看看。那罗富公子他面怎样啊？看看。
那他这一所犯，你该当何罪？老爷，只要他救了你我的儿子不死，你管他有罪无罪？他有罪，他无罪，有罪。我说他无罪就无罪。好好好，你说无罪，就算他无罪。难道说他就不曾走眼吗？他们要搜啊！他们要搜，他们要搜，你看看，他们要搜啊！人家慢慢的讲啊。
向你来。